各位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很高兴来为各位接着介绍很重要的一个观念——因小失大。这个题目叫做“因小失大”。人生啊，这个记忆有轻有重啊。假若拿捏不当的话，就容易顾此失彼啦。就因小失大，甚至于还会贻笑千古啊！波兰有一名退休的老人，他就不能接受家中这个蚂蚁的骚扰，然后后来就将杀虫剂就灌进了这个通风的系统里面呢。那么打算把这个毒死这些所有的蚂蚁，但是成效不彰啊！老先生一气之下，就点火烧了毛巾，丢进那个通气孔里面，结果就引起爆炸。那么波及整排的那个公寓，老先生呢也因此3度灼伤被送到医院去。一点小事情，结果酿成大祸了，岂不可笑吗？太可笑了。那么无独有偶的，中国历史在三国时代的周瑜，那么因为不服诸葛亮他的聪明才智比他好，所以3败3弃，不但赔了夫人，又折兵了，更赔上了最后自己的性命。西洋历史上也有一个因为夫子引发一场蔓延301年的战争在西元1136年的时候，法国的国王路易七世，因为他剃掉胡子，遭受到王妃把他很冷酷的对待。后来王妃离婚以后，就改嫁给有胡子的英国国王亨利二世。英法两国呢，为了争夺这个王妃这个陪嫁的土地，彼此就厮杀了301年了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子大战。剃掉的胡子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古往今来有些人因为一时的冲动，铸下大错；有些人则是被利益蒙蔽这个心智。像类似于因为因小失大的这种故事呢，不胜枚举。所以这些故事，外人觉得很可笑但是当事人却认为是事态严重不但因小失大，而且害了自己，也影响到别人。我们所有的全体大众都应该要引以为戒，以免留下这种笑柄不要为了小小的一件小事，而且让自己心慌意乱情绪高涨，所以结果做下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就因小失大。所以我们大家要谨慎，要小心。大家阿弥陀佛。